议会定期会上午由民政局进行业务报告，其中甲民政局业务相关的，包括兵役甲兵种等。台湾詹培雅首先为兵役读册的问题，咱市对今年5月17到6月15，登记等待做兵的野人总共有1296人，但入伍的速度却真慢。对此要求民政局要向中央来反映。另外，有关殡仪馆的问题，因为使用年限真久，又按林美燕以地下室的客人区的环境黑黑暗暗，要求民政局要尽速来征收。你们工作报告上面说的，我们在做殡葬设施的改善跟更新，你有看到了吗？这就是你们的更新跟改善吗？啊？你知道一天同一个时间，有时候大概会上百个人在这个地下室狭小的空间的工作人员在那边运作，包括工作人员，包括家属，你有去看到吗？你们曾经去面对过吗？你们还在工作报告上面写的，你们针对设施在改善，这已经很久了呢，这很久了呢。局长，你怎么去看他？这另外报告吼，针对着这地下室啦吼，要征收的部分，殡葬所这边有发包过来，敢会发包不出来。我一直甲讲，你爱赶紧找人去征收啦。啊，有关的就讲迄加减的部分，还是迄个2公吨的部分，迄会当随处理的部分，你也随处理啊。我讲啊，这款的，这我上嘛甲讲，这殡葬所是这公所在，你但袂使放甲安尼一啦。所以这个部分，说实在，我会再继续再加强，而且那个殡葬所这边一定要马上来处理。除了殡仪甲殡仪馆的问题，另外伫疫情趋缓的状况，过去疫情3级的警戒，活动中心是无偌少，不过现在渐渐开放，有议员关心活动中心的使用情形。议员希望伫开放偌少的时，建议租金嘛用来优惠。对此，民政局回应会来考虑。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